今次介紹呢個380尺住宅單位，設計有齊客飯廳及玄關、廚房同埋2間睡房。我哋先睇下客飯廳及玄關。整個空間以奶油風作為設計主調，營造簡約舒適嘅居住氛圍，同時令空間感更加開揚。玄關位置設計咗一整個收納櫃，結合鞋櫃、儲物櫃及展示功能，方便擺放日常用品。同時加入照明燈帶，不但提升質感，更讓返屋企一刻多一份溫暖。飯廳以雲石餐台搭配米色餐椅，客廳選用矮電視櫃配合懸浮燈帶設計，不但提升層次感，亦令空間感覺更輕盈。而梳化旁採用咗玻璃做房門同間隔，能引入自然光。當開着做咗霧化玻璃，既保留房間嘅獨立性，又同時讓整個客飯廳繼續保持通透輕盈。另外，我哋利用木條子特色牆作為空間點綴，增加立體感，同時自然劃分不同區域。